大家好，歡迎翻嚟小兩輪馬，嚟到季內第58次嘅賽事。周日沙田呢又有10場嘅草地日賽上演，頭場就開12:45，跑道會用呢個 A+3跑道。3月29號星期六嘅早上，今日馬會又有3段嘅海外賽事，遠洋嘅首珠，當中包括澳洲杯賽馬日3場。以及鄧錦錦標有3場，到周六晚上再有6場嘅南非打比賽馬日。今個週末大家就真係不愁寂寞，玩完周六嘅賽事，又有周日嘅本地賽事。今期嘅賽事有2場嘅2級賽上演，2級賽嘅主席錦標16米，之後去到第7場就有2級賽嘅短途錦標1200米賽事。除咗呢2場嘅2級賽之外，周日嘅焦點必然就落咗喺潘頓身上。周日潘頓嘅9區列陣，小兩估計猛虎復出，頭馬座3望4都不為過。排位版嘅小兩輪馬，今集就同大家傾傾呢。潘頓連贏射3關。第5場2級賽嘅1600米主席錦標，呢場嘅 Fat Chat 備忘，近3屆主席錦標大熱2冠1亞。1號永遠美麗，2號美麗同享，7號買嘅鴻運帝王，上季係於此杯上名。12匹馬列陣，神仙3路輕兵，姚本輝有3隻，高仔就2隻，威哥同伍鵬志各出1區。3號馬嘅標誌銀河得到潘頓嘅垂青，呢場就必成大熱。又睇下呢，伍鵬志能否單天保至尊？呢匹5歲仔上季打比嘅亞軍，今季初出竟然喺何澤堯胯下贏呢個G2嘅沙田錦標，之後去到今季嘅戲肉國際賽，只能係大外1氣跑過第7返嚟，滿以為金槍退役，何澤堯又可以呢遇上一匹1里馬王，可惜就事與願違。之後幕後痛定思痛，終於要換人跑呢個1級賽嘅董事杯。換上呢個薛恩執韁，排個3檔起步，出閘就留到最後。藍帽8就嗰匹5號仔，認住佢啊！呢匹標誌銀河，睇下薛恩手韁繩幾好，留得極之順滑，半點而搶口都冇。前面就有隻加州星球領放，二碟就有隻呢今場有份拍嘅永遠美麗拍住，隻遨遊氣泡就緊守喺呢個永遠美麗之後嘅第4位。入彎前，美麗同享有多少搶口？包尾嘅標誌銀河就藉着內欄之利，慢慢進佔尾二位置。暫時仲處於一個咧內欄包尾嘅位置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中間啦，加州星球就順放啦。響外邊呢，就係嗰隻永遠美麗啦，埋邊第3手機標霸，第4位呢，就遨遊氣泡，第5位藍心鴻運帝王，出邊禪聖輝煌啊，尾二啦藍帽嗰匹呢，就標誌銀河啊，暫時殿後係美麗同享嚟㗎。好啦，轉正彎入直路啦，前面佔先嘅馬呢，見到就係呢隻遨遊氣泡出咗嚟先㗎啦，埋邊啊永遠美麗啊，再喺入邊有手機標霸，中檔追嘅馬有禪聖輝煌，出邊上緊嚟呢，就標誌銀河最出美麗同享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見到遨遊氣泡拋嚟咗個零身位啊，外邊追緊上嚟啦，標誌銀河啊，在中檔位置禪聖輝煌、鴻運帝王嗰啲馬接近終點，遨遊氣泡輕鬆捧走呢場。直路初，薛恩真係藝高人膽大，喺個中外檔先等住位先，擺正唐太之後，就喺個中外檔展開衝刺，大外1氣。先嗰隻禪聖輝煌，再嗰隻鴻運帝王，可惜呢都要2個馬位，就不敵隻遨遊氣泡，跑過第2返嚟，換到薛恩啊，一樣就搞唔掂。呢匹標誌銀河，過往7 win 4 Q 1 T， 今場冇咗隻遨遊氣泡喺度，再加上強配潘頓執韁，埋門潘頓，仲要親試嚟襲。位置華麗再勝出邊猛質啊！就呢隻安請啦，馬林中間見到粉藍3號轉緊位呢，就開心佬又唔係幾夠位啦，因為標誌銀河食咗佢個位啊。內欄位置仲有領創動力，咁啊最後100米啦，前邊劍無名仲有2個馬位優勢，但係中間呢都追好多啊！嗰隻標誌銀河上咗嚟，華麗再勝直路喺個馬林度撳住，左穿右插，暗火湧現啊，極之想跑。
今場換到潘頓執韁，是龍是蟲，究竟有冇馬王嘅級數？呢場啊真係一場定輸贏。過往啊未曾贏過資溫，受讓呢個永遠美麗5磅，排過9檔，論乜都假，少量就一定揀呢匹標誌銀河做膽，配腳就要翻呢隻4號馬嘅禪聖輝煌先。今季7戰級制，取得1 win 1 Q 3 T 1第4 1第6嘅全入前6。雖然今場縮成4-8，當打馬有力嘅保持，再要就要翻隻呢成盤馬贏馬最多嘅1號馬永遠美麗，全盤馬之中只得呢匹永遠美麗贏過之一，贏過金槍同澳遊嘅馬，點啊都要預佢一席。頭關第5場，小兩就分享3號馬嘅標誌銀河做膽，拖翻1號馬嘅永遠美麗，同埋4號馬嘅禪聖輝煌。次關小兩呢就揀咗第6場300嘅1000米嚟講，5號馬嘅超力量。黎超星加潘頓嘅組合，今季久有8個月，上場復出跑呢個4班1000直路，以極輕鬆姿態做個56秒6啊，再次取得勝利。第2位呢就係呢隻快樂高球啦，再見到最入有精彩勇士，中間有鄉村樂韻追，再見到響入邊啊多彩多姿啊，外欄嗰邊呢仲有宮頂啊。好啦，最後100零米啦，透出嘅馬仍然係超力量啊，快樂高球呢響呢個第2位啊，第3位嘅馬外欄有宮頂啦，入邊精彩勇士，中間鄉村樂韻，夜馬嗰筆係超力量啊。個7檔出閘啊比起機步。經已取得外欄貼欄領放，全程撳住，去到拉屎200先開始大力催策，一邊到冇落之下，終點前啊按韁輕勝，輸俾佢嘅快樂高球，鄉村樂韻保進，再出去街上名。今場繼續潘頓執韁，黎超星啊尚未畢業㗎，要追落後。呢場揀膽，小兩就必定揀呢匹5號馬嘅超力量，配腳啦。就要兩隻呢，有機會攞走嘅特別獎金嗰2匹馬先，7號馬嘅形影飛馳同埋10號馬嘅標誌極光，兩匹都係華將嘅坐騎。隻7號馬嘅形影飛馳，文家良啊加楊明麟嘅組合，上場嘅田草1200，全程領放，拉屎200左右先至力弱。今場排個11檔，有利領放。至於隻標誌極光，上場大懶。同程後上第2，周日配合同主馬而嚟，可以有力爭位。第2關小兩就分享5號馬嘅超力量做膽，拖翻7號馬嘅形影飛馳，同埋10號馬嘅標誌極光。到尾關啦，第7場嘅2級賽1200米嘅短途錦標，係咪啊13單 Q 翻嚟先？今季4度穿 Q 嘅，再加埋一條位置 Q。嘉應高升，今季6出6 win， 新一代嘅短途怪傑。至於隻3號馬嘅驕陽明區，真係既新如何新亮，查實呢隻驕陽明區都認真唔嘢少。上季失落打比，今季轉戰呢個短途5戰就取得4 Q 1 T， 當中呢4次同隻嘉應高升穿 Q 而翻。今場排過1檔，睇下呢個1檔。布文可唔可以偷到呢？呢隻嘉應高升雞啦，13單 Q， 冇懸念，冇走雞，呢3條嘅潘頓連贏過3關，唔知大家就啱唔啱心水？中意呢條片嘅馬友，希望大家可以俾個讚先。未訂閱小兩呢個賽馬頻道嘅馬友，記得按一按右下角嘅訂閱掣，隔籬有個啷啷，記得撳埋個啷啷，咁就唔會錯過我下一條嘅短片噶啦。你哋嘅支持係對小兩最大嘅動力同埋正能量，喺度約定大家今晚賠率版見，多謝晒咁多位，拜拜。